王觐见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六王，这段时间你来我这里是不是太勤了？你皇兄没回来，朝廷上下正是需要你效力的时候，你怎么老往后宫跑啊？儿臣并没有耽误正事，而且来后宫给您请安也是礼数。但有一件事，太后您说错了，皇上被瓦剌俘虏，回不来了，宝座空闲已久，理应有人坐上去。这么多年，难道你还想着当皇帝？坐上去的不会是你。皇上密诏上说，得到日月神鼎者得天下。儿臣最近得一个消息，说李妃当年之死是有蹊跷，所以皇上回不来，太后你也安心了。六王，你说话可是越来越没分寸了，你退下吧。今天的话，只当我没听见过。太后，李妃当年怀的子，可并不是死胎呀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李妃当年生的皇子并没有死，她现在就活在宫中。这人是谁？小蘑菇。机关算尽，竟然隐瞒了我15年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。太后，如果小蘑菇登基当了皇上，他查当年李妃的死因的话，你也逃脱不了干系。但如果我当上了皇上，我可保您晚年安枕无忧。你知道的可真多。怎么样？太后那老家伙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哼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抓小蘑菇，找神鼎。那天目童又该怎么办？我自有人去对付。师傅，这个屋子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了，该拿的也拿走了。我估计仕女图不在这儿吧？确实不在。如果事情都没发生过，该多好。小蘑菇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小蘑菇，我现在有事情要出去一下，你哪里都不要去，在这等我。好。公公，你来有什么事吗？太后召见你，请随我去一趟。太后召见我，请。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他们是谁？是六王府上的杀手，我好像被他们发现了。
六王？怎么又是六王？宁妃在他们手上，还有，他们好像知道小蘑菇的真实身份了。糟了，那小魔宫自己在宫里很危险。六王爷，小蘑菇，哎，不是太后召见我吗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如果不说是太后请你来，你能乖乖的来吗？你一定在想啊，这太后着急看孙子，所以才急召你入宫吧？你都知道了。小蘑菇，他怎么不启动感应符？日月神鼎在哪儿？我真不知道日月神鼎在哪儿。我要是真的知道日月神鼎在哪儿的话，我现在早就昭告天下去做皇帝了。知道自己是皇子之后，底气很足啊。不过有没有神鼎都无所谓了，你都要死。六王饶我一命吧，我马上消失在你的面前，我从此再也不让你看见我。我错了。你确实错，错在15年前你就该死了。要不是陶公公护着你，不过呀，这最终你还是要死。你让我死，我就让你死！区区一个太监，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还妄想动本王！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皇宫内我都找过了，没有找到。看来小蘑菇一定被六王的人抓走了，我得去趟六王府。你这样硬闯进去，正合了六王的意。不但找不到小蘑菇，你还会被六王抓起来。可是小蘑菇他万一有一个3长2短，那怎么办？那是皇室内部的斗争，你这样一插手，就会陷入肮脏的权力斗争。你一个仙风道骨的道士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云姑娘这意思，我就应该放着小蘑菇不管。可是我答应过陶公公，不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以前的小蘑菇他是个太监，你能保护得过来？现在小蘑菇可不是以前的小蘑菇了，你救得了他一时，你救不了他一世啊！但我对他是有责任的。可是现在的小蘑菇，他可不一定领你的情。云姑娘，你就不要再说了，我一定会把小蘑菇安然地带回来。只要他打开感应符，我就能够找到他，把他救出来。为什么又把我关起来了？有人在吗？仕女图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陶公公一早把图就交给我了啊，难怪他们找不到。陶公公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负你委托重任的。我一定要找到日月神鼎，我要成为皇帝。
是我所有人命都是我的，我就能为你们报仇了。之后，杀死六王就像碾死蚂蚁一样那么简单。我晚上就去六王府，看看小蘑菇到底在不在。说不定早就布好了陷阱，等着你去抓你呢。即便是虎穴的话，我也会去的。如果看到宁妃的话，我也会把她救出来。那我在外面接应你，一有什么不测，我立马就进去帮你。错了，如果遇到不测，你就赶快离开这里。要死一起死。就靠你了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快点解冻。小蘑菇，师傅，小蘑菇，你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我被六王抓起来了，关在牢房里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你别害怕，我会救你出来的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师傅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另外半张仕女图。嗯，这是我从陶公公给我的褂子里找到的。师傅，你把这图拿走，赶快去找鼎，向世人公布我的身份，到时候我就不用受制于人了。那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吧？他们找不到鼎，应该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能扛得住。好。这就是那另外半张仕女图。小蘑菇身上找到的。那现在小蘑菇有没有危险？暂时没有危险。这样就能找到神鼎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不过就是一张普通的仕女图而已。把蜡给我。哦。这仕女图中，果真是暗藏丘壑。你看，如果不是在光下仔细看的话，真是发现不了。真的？于大人，道长，眼下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不知道于大人想先听哪个？先讲好消息。完整的仕女图已经找到了。太好了，找到了鼎的下落，皇子的身份就有望重现天日了。那坏消息呢？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看管好小蘑菇，他现在已经被六王的人给抓走了。那岂不是说皇子现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们要不要去向太后禀明此事，让六王把小蘑菇给放了？如果太后知道了小蘑菇就是当年李妃所生的皇子，她会作何反应啊？难道太后不希望小蘑菇继承？这很难说呀。太后面慈心恶，我也一直在怀疑她是否与当年李妃之死有关系。
可如果我们把证据都摆在他面前，他有什么退路？事已至此，也只有这么办了。也正好从他的态度里辨明当年事情的真相，看看他是不是杀害李妃的凶手。就这么办吧。启禀太后，这于大人除了和天目童见面外，并没有和其他人见面。有时候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，奴才实在听不清楚。于大人和天目童接触这么频繁，他们在聊什么？我知道他们在聊什么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他们在聊你我关心之事。那于大人和天目童结为联盟了，所以天目童此人绝不可留。事情办妥了？都办妥了。小蘑菇现在就在我府上的地牢内，只要他说出日月神鼎的下落，太后放心，他一定不会在宫中出现了，甚至是在这世界上出现。太后，天目童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小道参见太后。天目童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有何事要事要找我？好，你把整张图都找到了，可喜可贺。太后，这整张图只要放在光下，就可以看到神鼎的所在之处。天目童，你来皇宫这么久，可曾想念闲云野鹤的生活？确实想念。你给宫中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，哀家要好好的奖赏你。离开三清观这么久，哀家允许你回去看看。前段时间也太耽搁你了，明天你就回三清观吧。小道多谢太后美意，只是小道目前还不能走。哀家好意让你出宫，你竟敢违抗我旨意，难道你想永远也出不了宫？回禀太后，小道确实还有一件使命没有完成。小道希望能够找到持鼎之人，对此事也算是有始有终。皇帝诏书上只是写写而已，哪有真持鼎之人呢？你又如何寻找？怎么证明？确有其人。这段时间，我和于大人已经找出了持鼎之人。哦，是谁？太后，于大人求见。哼，原来你们都是约好的，叫他进来吧。于大人，请。臣参见太后。罢了，于大人有什么话快点说，哀家实在是太累了。恭贺太后，臣等找到了皇上的一位皇子。荒谬！皇上哪有什么皇子？你们要编，也编个合情合理的说辞嘛。太后有所不知，臣等找到的这位皇子，正是当年李妃所生的婴儿。他并没有死，而且一直在宫中。竟有此事？太后请看。哼，仅凭这个襁褓就说有皇子在世，未免也太武断了吧？拿下去吧。太后，这位皇子的事，皇上是知晓的。当年正是他安排陶公抚养这位小皇子的。嗨，可怜劲儿的孩子，这么多年，皇上倒是一片苦心，终于把孩子保住了。孩子在哪儿？快让我见见。这位小皇子就是小太监小蘑菇。太后，最近几日这小蘑菇突然失踪了，微臣斗胆猜测，
这位皇子的失踪一定与六王有关，请太后下旨搜查六王府。皇上没回来，一切全仰仗着六王，没有确切的证据，贸然搜查六王府，非同小可，还得三思而行。太后，这位未来的储君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他六王的面子岂可与皇子的安危相提并论？臣甘愿冒犯六王，也一定要搜查，就请太后速速降旨。于大人稍安勿躁，容哀家想想。哀家保证，不管是寻找神鼎，还是找到小蘑菇，哀家都能全权做主，都包在哀家身上。我现在还得好好想想。如此就有劳太后了。只是太后，此事关系到社稷苍生，还请太后早做决断。臣告退。小道也告退了。出来吧。儿臣恭谢母后。到这边。没看到什么？对不起大家，我今天会。没事没事。好了啊，走，预备，开始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没事。去结婚吧。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被你帅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啊！爸爸。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，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是不是因为钱才爱上我的？你谁啊？你哪位啊？志龙，我们先吃点吃吧。现在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可以了解你。共同的敌人袁世彤。有人要杀你。你应该主动辞去统领集团总裁的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些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了。那我要是干的祸水。事成之后，嫁祸给段飞。你对云石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了？段飞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